来到 Go Go 公哈巴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姐，我发现啊，这几年啊，单车环岛非常的流行哎。不过呢，为了让铁马族啊有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，所以现在全台湾啊有好多的警察局，他们都成立了铁马驿站，可以让铁马族呢有地方好好的坐下来喝个水。而说到了警察局，就是警察局。警察局就是警察局哦。其实呢，现在的警察局哦，真的是非常的便民哦。不仅提供茶水，还有干净的厕所，厕所就叫做偏厕，偏厕就是厕所了。那我们以前都会觉得呢，警察局好像只是打击犯罪的地方，没想到呢，现在除了打击犯罪之外呢，还成了大家的好邻居哦。而说到了犯罪，就是犯罪，犯罪就是犯罪哦。今天要教给你一整句话呢，就是可以去警察局借厕所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走得去警察局加偏厕，走得去警察局加偏厕。今天 Go Go 公哈巴带你来看看现在的警察局到底提供哪些便民措施。我们来警察局干嘛？来警察局加偏厕啊！警察局也可以加偏厕，可以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呢不只可以加偏瘦，还可以让你借宿一宿嘞。是哦，这么好。警察先生，可以跟你借偏厕吗？在那边。谢谢。你看这露营设施不错吧？现在呀，警察局啊，不只是可以打击犯罪，而且还可以露营，让铁马族好好休息一下。小华，我觉得啊，现在的警察局真的很棒哎，可以提供给铁马族这么多的服务。对呀，不论是迷路啦、小路啦，或者是想要借厕所啦，甚至露营借宿一宿都没有问题哦。所以啊，这么亲民的警察局客家话，你一定要知道哦。警察局就是警察局，警察局就是警察局了。那刚提到了，可以到警察局里头呢借厕所，厕所就是偏厕。偏厕就是厕所。那么现在的警察局啊，不仅仅是担任人民保姆、打击犯罪的角色，同时也更加的亲民哦。犯罪就是犯罪，犯罪就是犯罪了。今天最后要帮你复习的这一整句话，就是可以去警察局借厕所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走得去警察局加偏厕，走得去警察局加偏厕。今天 Go Go 公哈巴呢，就带你一块来看看现在这么亲民的警察局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